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最难万年，在下比山的西来爱去来比，一昨晚风在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短短枪短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摕砧板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对银色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穿天后擦亮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梦想。小二姐，看看，看俩鞋，啊，用的啊，唔就会一般靴子咩？没有啊，无看看好无？你看，俩是个暗哥，哎呀，安尼吼，来做起来，看起来都有170公分暗哥，安尼个都是九头身美少女嘞。九头身哦。一双要2000人呢，很贵哦。你看到呀？嗯，俺俩今年都是动到钱，再买美工材料，都无钱好买俩鞋嘞。哪迄本配上买去哦？安尼是才摕打算。打算，哪知道唔会啊？唔会，唔会啊！你想看啊？迄高长还有做久了叫我痛呢。还有啊，你平常时推好高，哪有机会做啊？你做本也没看嘿。俺以后个每做都好嘞啊！俺重要时候就答你做。好啦好啦，过年有过年的想法，唔免做第二次的想法啦。小乐姐，你都唔知像俺安尼安生下生活就想问个，规世人吼，亲上爱的事情都会要个 model 的高挑身材啊！兄弟啊，就像个公党的鸟，想要大家的头脑无够用啦。小乐姐，人都有梦想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俺无说唔个意思啦，不过结束还有正经忒贵嘞，2000人呢。莫，安尼我是在去做些赚钱呐。莫，这样来好嘞啦，安尼吼，俺都同天上媒体的嘛个啊，同咪都强强丽丽，安尼好莫？好莫？抢来。咦，俺哪有钱做得强啦？你看，俺一天就安泰，抓到手，俺去卡车就做得啦。你做乜去打工啊？俺，你还没知道妈妈多辛苦，想让妈妈听书啊？做唔得，妈妈本气。你是什么的？唔该从妈妈让讲。来坐。唉，你阿张去读书天，要好好读书。妈妈你紧点嘛，冇一胎。不过啊，本色本用本读书，一天啦唔是少。爱知啦，不过出去做些嘛以后啊，都是得好多动作的经验呢。安尼对俺将来还以后，系冇？爱知，佮唔过你阿最前要投入出素食店打工咩？佮大木卡屌盘的生活唔去穷哟。你有穷款啊？该好有钱好呐。你为多钱哈？妈妈本来收费唔哪用，
平常时迄油辣啦，不过2礼拜老师叫我们交美工材料的费用，我交配咧都没钱了呀。好啦好啦，妈妈照顾不加2班原本，安样啊，都好搞出东西出油的啊。阿妹，迄2百块的问题啦。有乜問題呢？唔怕，同媽媽講啊。冇啦。咦，娘子啊？冇啦，全部寄去配了啊。暗嘞。哎哦，较真无简单，甲慧宇轮流迄群，让我讲真了啦。安尼应该同美容院盖红啊，这种是来红。我无想头甲做正开啦，正开就做事。做些以后啊，我就是用家边啊去做些呢。做小心，挑好啊，挑好命啊。哪有好命啊？迄毋对啦，迄拿出来做事吼，迄是对。图示虽然要考试，毋过拢毋成百成百改啊。不过你要赚钱啊，安尼你想要买东西，都不是凡事有没钱好买的问题了啊。恁是会缘，迄样爱好，那样很好。图示的师傅毋是做事，母下就要提醒得很。礼拜阁无使困了，安系毋系比图示阁较好？好啦，那个开洗洗，等下我总去做事啊啦。哦。还是条呢？对。啊？今日生意特别刚好啊，将迄群真来去干豆洗好做，也免爱甲怀孕哦，让迄今年很用钱。做迄啊，月老你还护法，总统来数行的无，金金呢？你看，哇，真甜呢，柔柔亮亮，闪闪动人。哇，一条啊！做乜个？歹势啊，硬拄唔掉。好啦，撒下来，也讲了，唔伫迄好消息，还迄坏消息咯。唔係吧？係哦，你利用啥一波哦。啊，好啦，天公爷的预约吼排到是年哦。所以辛苦了。迄唔会无情无义，无留下来，赶快着上去吧。来送葬业做排好长个女的休假，然后人来高中头好，叫我去了，根本也唔做出发嘞，所以唔得老人摊数。咱个娘子啊！啊，呵呵，兄妹阿姨。唔使啦，过俩用因吼，加起，身体唔拄好啦，爱扣幸福去困啊。好啦，哎呦，你就太辛苦了哦。赶快甜死哦！没用哎。你做对了，你还取消预约嘛？取消预约？你讲笑的哦？唔免讲笑啦，你还讲唔不银行吗呢？还虽然条件13年做唔来，银行听出来忙啊，开始节做推房推钱啊，你做料到嘞。嘿，下日他打电话去老给银行讲，不好意思啊，取消哦。今日就冇嚟得你结的呢，今日要喊得多呢。那做对老人天上的哦，做暗用啊。朋友啊，你留下来，留个水银天数啦。还当然得休假呢，做唔得啦。阿朋友，哦，人生都暗食，我做哦，你心肝应该要136。这时候哦，我硬系深度嘅压力。你讲吼，要民俗嘅业绩吼，切落，硬嘅头脑都不会动咧。
呀，太临时的啊，真紧张。朋友，拜托，做唔得。拜托。哎呦，莫闹的啦。啊？好啦，我老实老人讲啦。我头摆有中意一个小赖同学，佢下摆一两日嚟扣下去了，但係冇去，下擺都冇機會。好啦，哦， Peter，迄考题所甲恁卡講取消語啦，因為倆吼對無一年真要緊啦。喂，你要病啊！这是个病啊！我真他妈不点。重作的，我来呀！冇啊！啊！哦，那假是迄講笑的呢？無取消語啊！所以，趕快就上空嘛！答應來哦，冇半條間用地吼，佢聽講你預約民宿嘅銀行按到，冇，佢都冇一半不用了的啦。哎呦，我唔會講啦，講起來慢慢害個我自家，我家已經冇法度啦。佢這個答應 Peter 答應到按價，不答應就冇一件件也會表弄佢啊！哦，佢看咩地係 Peter 嘅苦肉計好冇？好啦，答應都答應了，現時賣開啦，留落來趕快調上空好冇？哦，大家輪流休假，還係愛先養嘅呢，弄做的領導愛時節，你係愛氣手啊，你這個想辦法啦。啊嘿，會用搶一間人就調上空？賣你啦。你唔係一起上做做噻？佢又冇好講。哎呦，佢頭小又開美容院啊，吹風機我使用吧？哦，你確定？哦，你做的，我還是做的。我嘛唔知，佢冇使用嘅。不好意思，就是像这样子，胸口会闷闷的，然后就反胃。这个情况多久了？好几天了。哦，哎呀，你看啦，你看我的小腿了，水肿的好厉害哦。那是萝卜腿吧？不是。好，你先坐下。那应该是胃食道逆流啦，但是那个小腿我就不知道是怎样啊，有可能是你吃太咸，水肿。不可能，我吃东西很清淡，不可能是水肿。那你要不要等陈医师回来再帮你看看啊？还是你要先去市区看医生？再说吧，等有空再说啦。哎呀，好啦，那香妹姨你自己要多休息，要放轻松。很多肠胃的问题啊，都是因为压力大而引起的。再加上你快要接近更年期啦。哎，我才几岁啊？对你几岁啊？不想说。哎，很讨厌哎！问你都浪费时间啦，什么都不确定。啊，我又不是医生，又不能乱说。香妹姨，你就是要多休息，不要让自己这样太忙啦。香妹姨，会不会是怀孕啊？怎么会推论到这里来啊？就反胃啊，会不会就是害喜还水肿哎？可是怀孕初期不会水肿啊，这点常识我还有啊。也对，那是萝卜腿。不是，我承认我水肿可以了吧？
有神，有可能吗？小咪，有用记吗？没事啦。苏慧用会讲啊？伊讲迄肠胃嘅问题啊，我去了了。嘿啊嘿啊！好好的了。我弟条家娘安子噻。等一下。非要去了，唔去哪呀？啊，咱唔怕拿水条家过去炒茶啦。请按好，嘿啊好啦好啦，民俗鸡片，根本也做对做对。你较多嘛？啊，今日你还较多一些。啊，听讲你呢？听讲你，听讲你吼，就是有160兆预约护法银行。这就好嘞。那喊迄刺豆，身体冇嘛爽快啊。无要紧，所以哦，听讲你让你做对啦。这就好嘞啊。唉。做乜啊？係唔係上頭做聲嗎？係啊，你要用的啦。啊？乜個？做水靈嘅秘書啊？做頭那麼啱唔漂亮？唔愛聽，絕對冇問題。你看得出來，我做我自家表演咯。用吧，水靈哦，就一家講啊，你頭腦懂靈通啦。哦，錯啊，看起剛剛條上空講應該頭唔好，出咧，切咧，基本上啊。聽起來咁簡單呢。安尼要幾多錢？1點鐘50塊。50塊哦。我同好友同我講，佢去素食店打工，而家總頭要95塊哦。那勞基法好像有規定，最低工資而家總頭先要我看99還冇這60哦。我個上下好嘅啦。別說啦，俺對迄嘛卡公平啊吼。是咯，算了啦，俺妹啊都唔會挨去做事啊，俺哋騙去，我覺得懂不好呢。迄俺唔會賺那個錢啊，迄個勞基法都規定啊。我不想讓你們犯法，懂為難哦。算了，唔會啦。100。慧宇，100塊上到啊啦。迄個剛剛Q咪講，咱條上空了，不會一直打。什麼漂亮？做唔得。1點鐘100，講好哦，冇違法，唔要做得拿錢賺一分錢的，安尼做得了吧？是的啦，你是愛去啊？聽講你10點到下晝6點。10點到下晝6點，安尼有辦法呢？唔過前晚先嚟同阿妹講哦。唔會。安尼明日我幫我錢。係啊，我條上空嘅人係狠呢，100塊嘛狠講嚟啊。好啦，動作事情分了你啦。
不过你是做唔得，人爱听人用。嘘，刚刚求你讲，行啦，别把口摕来。球咪，莫甲事情啊！味吃到怪怪的。哦，球咪，那样连续剧啊，内地嘛真意吼，又是弄的。像黑吼，用稀罕哦，爱头讲爱 Q 过。对啦，问客厅啊，莫本人调皮，一天黑啦，莫黑特别。听讲伊啦，老爱买验孕棒。唐弟，莫讲出去哦。了总头哦，暗说，凊彩13年底哦，以后哦，太家就伫耶。我看摕倒摆水的是梦嘅用啊，我就唔判定。好啦，爱滴啦，不过很有真金哦，爱上伊学古民宿钓上空呢。我知啊，早晨哦，洗澡摕来装去买啊，下午哦，冰唔了。球咪，要使较暗的将面进来吗？唔是上啊，了半夜哦就冻好了啊，明暗哦老爱转来。很不真请哦。好啦。球咪，咱上道吼，咱有一本是阿满还小乐啦，咱读开教哦。好啊。OK， 一下无人，有乜事情我老硬就讲啊。哎呦，我唔是同了这讲起呢。莫紧张啦，今天再讲啊。是迄上衣无使麻烦迄干妈咪一种棒哦。棒棒糖诶。嘿啦，真歹势。多大马干啦？电击棒。嘿啦。棒球棍。小乐，你是在接龙哦？嘿，验孕棒啦。验孕棒。嘘。所以，有没爱。慢点啊。爱朋友。你是谁啦？听老眼妹啊，唔会按豆抓哎。爱弟啦，不过我已经答应当事人不能讲了啦。说要啥你司机哦。嘿，小叔嘛无拢讲。我唔得讲，就是亚亮啥你，结婚，不伦恋哦。是男女正常关系的啦。哎呦，买门干到啦，俺爱真歹做人呢。希望拢体谅我，无使讲出来嘛，爱真紧无法度啦。
若迄毛上头面，莫爱抢皮萨面嘛无使啦。哎呦，水莹，牙姊要好心好意问甲良机啦，其他人天数买啊。嘿啊，看得出来你像意思呢。所以我记得咯，我要随时听牙顺风啊。歹阿姐，落来现啦，毋过吼，我真求无使讲啦。小姨无使麻烦现搭题目真清，咪当爱无？好啊，我伊买转来啊，就拿去天无顶本啦。无使，一题无使。啊，错啦，遐种事情要总有得本人伫啦。计我用的哪本啊？无会用叫溜蛋搭鱼面条切好冇？好啊，落来啊！拜拜。所以你用会拄到暗用的事情呢？姐，亚种事情哦，总唔得传出去啦，暗用水莹会坏做你呢。反正的，反正要几天上啊。假是真去暗唔生意啊，我英文书会啦，可有乜个拍法啊？可以给。到底是谁怀孕了？你应该不认识啦，因为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你不认识。她怀孕了，所以呢？还不确定有没有怀孕，只是万一怀孕的话，那多久可以？可以哦，通常38周就算足月。你是要自然产还是剖腹产？我不是说要生下来，我是说那个，你知道的啊，就那个啊。哪个啊？哪个？哎呦，我那朋友他还没有结婚，所以。不会吧？你不是我啊，我又没有说是你。哎，你不要误会，真的，是我农会的同事啊。农会的同事啊？哎，对。她几岁？不要犹豫。30。住哪里？山上还是市区？山上。有没有姐姐？有。现在读哪个学校？北一女。我们这个山上有12楼这么高的住家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她姐姐还念北一女哦，所以你那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同事是国中生。方宇，我们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你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是谁怀孕了？我不能说啊！你不要问了。哎呦！小美，快！我真的没办法，你可能要等阿英回来帮你洗头啦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是要跟你说很严重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怀孕了啦！不是还没有确定？错不了，我非常确定。你不是说是胃食道逆流？哎呦，不是说你啦，我是说那个。看来我真的是第一个知道的。是我们这边的人啊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出来呀？哎呦，你跟我说嘛，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哎呦，辛苦了，来，来，你坐，来，你坐。
来，头。哇，应该两啥辛苦了啊！第八个按到银行吼，听他们做个好势，很强。条啊，感觉强死的。因卡哦讲好气话啊，那甲鬼找七个。我较早因卡尾，甲鬼讲吼七个较好听。英啊，你当有天分哦！你跳个银行吼，莫爱讲莫个个刘海清流行，莫个跳啊莫个色清流行，来讲出来呢。英啊，中哪都低哦。杂志上有啊。有时嘛无敢买啊，了记干清楚。我同天上嘛迄动开呢，哎呦，规日无还买无还去安呢。你嘛伫做这个干哪啦吼？嘿呐，做后生吼，真好命咧，系无？错嘞，个英啊，按好点点的，用要做去家边打工哦。我想卖东西本来也没啊。你是唔得同阿妹讲哦？我弟，那想要帮阿妹咋 surprise 什么？迄嘛无使，敢爱求边个？求美国错啦！迄本嘢求美低吼，佢规个总条嘅人吼，总下都低咧。好啦，放心，硬唔讲。冇讲哦。好啦，我讲。2把、3把、5把，有啦嘿喏。我就要同老烂呢，很多钱要800Q，太好了。不过千万要记得是唔得同阿妹讲哦。唔会啦，较做正规的，唔好带黑衣哦，感觉迄群人拢无错啊。好，拜拜。落来咯！干到，还讲无准啊！不爽啊，碰中牌全就买一张。迄真紧就打死人嘞！天气真好呢，呀，无落雨耶。安讲哦。讲。水莹啊，唔通晓送啦，迄整件油的哦，我上款的用的价格较好。假使你新来讲爱吼，油莫甲客厅一定要请个参详哦。哦，唔行爱啊。弟，也唔要单枪赢的事啊，细佬爱付行较太的经验，唔是唔好一三开下来，甲很记出来，向下面对呀。迄等到都市台的就付唔出嘞。马家呀，慢点，刚刚他都买都市台。无啊，他们有台式度啊，迄号写上吧，是度硬起来太啦，吼配有酒倒的啦，错啊，大概姜皮哦，就迄都市青奶酱啦，哈，有哪啥啦？哎呀，讲到赢就什么嘢啊？总系嫌弃个身材唔拉好，哈，嫌俩嫌假，真见的啊！明明都超夹夹的，还姜皮，好个纸片呢，好赢的。爸，你去无限啦，来了钱赚的啦，哈。无限咯。啊，关路啊，8点要终于上班啦。好的哦，把财写就低嘞。没想到水银拄到遐种事情，还做得遐冷静，按家就想到一个理由嘞。爱做妈妈的人哦，就会按坚强。唉，也是坚强，也是不认同，也是不认少。唔伫个说来慢人呢，水银今还无男朋友嘿。慢人点哦，也还晓上人，交往的速度都按夹，压力喊不足就变成男女朋友哎。压力喊不足就分手嘞。
总讲一句哦，莫态度事就好嘞。你来讲卖态度事？无啊。无？刚好就谈到还讲无？就无啊。我哋在讲曙风写新闻。曙风？抄新闻。新闻？那？还有？唔系日本啦。没了不？好嘞，老实讲，你卖态度事。哎呦，迄个朋友的事是莫印传啦。莫印传。哦，忙结婚就态度事吼。爸，唔好乱传哦。莫乱传，就算莫传，都是咩英语态啊。今日天气烟头前，那虽然呢就会讲俩黑毛。讲听，还能虽然呢？那个。咩？你叫虽然呢？阿妹哦，要太死人啊！哎呦，死改嘞！啊，那是正经的。哎，你好没？什么讲出去啊？爸，平时最会乱讲话，很吧？好啊。要人讲爸爸了，你强从爸是的啊！哎，你个什么人啊？吼，忙结婚就态度事，你是别太死呢！哎呦，娘的都唔对的，啊，虽然行没是结恶的，迄比滴哦，出人命哦！哎，爸人讲啊，你两个啊，什么红颜啊？有冇？朋友冇？忙结婚态度事，抢嘛该，传出去变社会，你嘛死哦！你骗人要养叔叔唔对。难免迄个，哟，哎，爸讲的，虽然干咩？小英，娘子，洗上掉的啦，莫吵到唔拿球。哦，有好结果吗？唔种牌子都厌咩？咪艰难啦！哎，俺冇用的啦，以后就过去嘞。啊，我相信吼，真紧就要有好消息的啦。有神哦，对当多人来讲哦，係好消息。不过冇享用嘅人有神哦，怕就会变危机。危机？用子讲啊？冇啦，冇嘛嘅事啦。好睡嘞，好睡嘞。晚安。晚安。伊有心事哦？冇啊。电脑喺攞，看日嘅木面冇招得嚟，有冇花事來講我？各位，安用有較好調嘅冇？有啦。兄弟啊，日嘅雖然係衰忙啊，唔忙啊，用誒。冇忙㗎啦，現在悶悶啦。鳳兒衰忙啊？忙啊，唔悶啊做嘛？冇，現在悶啊。哦，係哦，啱未哦？我先再去睡下。我要叫你。睇下佢。
阿燕啊，我唔記得講喝水啊，嫌我怎麼解？我咩唔記得講喝水。喝水。阿燕哥，前邊用有限一3元儲到了10加幣。冇啊，想冇事啊，儲了一下啦。用可以就像有心思用的呢。就想到個按叫沙飛風機咩？真嘅咧。用的呢？唔免啊，因老頭擺啊，洗來看洗冇數行路路吼，就會吃到一排洗哦。今天還有生意咯，冇窮樣了。忙結婚咧，肚子太麻了，會大誒。係啊，今天是塊因為因開放誒，你也聽唔到嘅啦。那也未一步數嘅人，唔過咧，也好生意嘅行為啊，真件總唔接受唔啲嘛。唉，冇咧。嗰隻家桑啊，也好生意，洗來，那有為洗冇有上過嘅，總係為到爽一下添嘅。也唔去報復佢，洗下子係咩？我凊彩乖乖啊，就聽人行聽人走，也冇想到報復出㗎。係哦，那樣開始有樣哦。哎，你有讀到乜事情，讓我想到了的話？冇啊，哪有？哪有事啊？冇閒嘅。哦。唉。阿姨，艾文叔今天哪里不对劲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刚才跟我讲了一堆未婚怀孕的事，感觉怪怪的。问他，他又不说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！你知道什么？一定是方宇怀孕的事情被艾文叔知道了。方瑜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！要不讲陪你啊，汉迪啊，虽然哦连初吻都还没有，要不有可能毒死他啊？唔系吧？连亚种事情没敌啊？真嘅呢啊，迄虽然哦，七家睇脸书好讲啊，佢讲哦，按太年咧，含啲佢嘛傾意思啦。系啊，唔过佢條班没搞過男朋友誒。幾集哦，莫講嘅啦，佢幾集男朋友哦，唔係喺真健康啦，行喺無達，哇，唔過氣氛又一好誒，咩唔怪雖然本期幾多幾飛，佢就唱嘅三條樣嘅啊，好多嘅，唔會調台。雖然是看到會死哦，雖然按看哦，咁喺雖然哦，樸素鐵彩啦，衝來哦，就本佢搶到嘅啦，連條嘅空調，人哋嘅聲啦，一下就傾過來咧，沒啦，我意思係講嗬，聲啦一下就中嘅，有乜幾配嘅樸素啊？講到呀，嘅低調、時間，然後氣氛。不同重要咧，顧到按到用哦。錯，比如講啊，去看不顛不知嘅天陽，看到艱苦嘅時節，就天涯嘅樹，向佢發過去，天天呢，真天。哎呀，普通嘅聲啦，就差唔多嘅啦。哦，但是聲啦冇反應咧，叫，就跑到佢面前，叫。佢就會同情你，過來，佢就會諗到係咩話，我就我氣一條，肯定佢兩滴目子跌下，再過來，就，哦，爹，
是讲王姨姐啊，多大迄万年老人讲，所以都是他啊。哦，虽然亲爱老吉特买验孕棒，晚上会吃到奇怪啊。验孕棒，来做去哦，问基本清楚啊。好啊，等一下啦，唔好提阿雄伊面前问呢，我看起来有暗光面哈。只有一滴滴的本意思。是啥啦，我唔会乱讲啦。我先走了。好。安参吹哦，阿天，谢谢，让你破费了。学长，不要客气。好，坐。启发。学长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帮我抓到小偷。你确定附身帮你抓到小偷啊？今天我追一个小偷，追了好多条街，那时候我以为追不到了，结果学长突然出现，一脚绊倒小偷。他不会又是定点埋伏吧？那一脚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我看那个小偷摔得不轻。不神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神勇啊？那地上掉了10块钱在那边，我看没有人啊，我赶快跑过去捡啊。谁知道那小偷自己勾到我的脚摔倒了，说你手有。手很后晕。学长，你真的是太谦虚了。明明是这么出色的事情，却还装得若无其事，这一点我要跟学长你好好学习。好，你慢慢学习。去翻了。好。阿天啊，来。我看你啊，都把那个心思放在工作上面，你有没有考虑一下，什么时候把终身大事办一下？终身？你是说结婚？我觉得还早。哎呀，不早，其实有很多像你这年纪的都已经有小孩了。阿天真的可以考虑结婚了啦，真的，这个年纪可以考虑结婚了。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我的经济基础还不够。如果要结婚的话，我觉得经济条件要再好一点，会比较安心。哎，可是阿天，我跟你说，阿天你顾虑的对，先有经济基础有没有？2个人才会安心。对，这样对。跟我讲，其实啊，结婚啊不一定要有经济基础，2个人一起打拼，一个人好啊。这个我也知道啊，我也知道，成家立业嘛，先成家，娶一个回来帮忙，再立业就简单多了。这个也可以，对啊，这样对啊。学长，在我的观念里，不是娶一个老婆回家帮忙而已。对，娶老婆回来帮忙花钱啊，所以不结婚的，不结婚。你不要听他乱说。哎，你这刚冇结婚，你人讲嘛结婚唔好啊？啊，我冇结婚，还没看过猪走路啊，错冇？我迄道路同事啊，结了婚啊，买汽油都冇迄个，万想按汽油啊，汽油冇迄个，要么只爱储存出来用钱嘛，乖乖人说，结婚了。今年还安言啊，姑娘存的钱比老公还那多啊，哪一次老公存数？唔免安姨啦，家己存的钱伊的，老公存的钱咩伊的啊？伊看到东西死落去嘛，我咧朋友啊，常常强强分爷家去卖迄日本了，结果日本卖东西过来，一年的薪水奖金总算无遐，安姨好哈，结婚好啊。我有很结婚的啊，你点啦。阿天，我问你哈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打算结婚啊？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还是单身好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有些事情啊可以等，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啊？这日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万一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办？你不要光想着你自己啊，你要顾虑别人的感受啊。去翻了。哎呦！去翻。哪乱？单身啊！阿天，手里还有泡面吗？报告学长，
还有，走。要安住。老田娘呀，那个阿天，娘子啊，凤女，对不起，这些话我是从人家那边听说的。你怎么会轻信这种谣言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会不知道吗？还是你怀疑我背着你做了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。那后天的事情，我冲出底，我相信啊，你俩是一定出来坐下来，好好讲，好好解决的啦。哎，我唔讲，你係唔係毒死他？還是毒？夜來兩梯過橋，萬餘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當時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。生活兒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，對面嘅生活。